唔做廣州人啦。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，嗱，你嚟廣州已經有7年啦，粵語識講未？識講。但係你如果想成為一個真正嘅廣東人，仲需要經過我哋廣東美食嘅考驗。你有冇聽過中川三寶啊？中川三寶。大家都知道啦，廣東啲好嘢食冚唪唥喺啲山卡拉地方，你去到嗰啲地方咧，揸起身又好靈活啦，又唔使驚掉頭好麻煩。我係真係可以感覺到佢嘅後輪啊，叫到係超大啊！係啊，佢可以做到雙向18度，部車咁大部，但係轉彎半徑只需要4.79米。哇，好似陀螺原地旋轉。LS6 佢本身入門就可以標配一個52度嘅大電池 ，CLTC 又可以行370公里嘅純電續航，咁犀利。係啊，所以又等於雖然係一部真程車，但係平時喺市區基本上就係全電。咁大個電池最啱嗰啲冇加充嘅朋友啦。到啦，就喺呢度，一人一隻田鼠，好唔好啊？好啲。田鼠，你食鼠肚，我食鼠尾。我真係好驚，你可唔可以你食先？我試下先。呢個係香嘅，好似那個乳豬。而且皮好脆，肉好嫩滑。OK 喂，桂花鱔，哇喲，我摸都不想摸它。 18蚊一隻。花18塊吃一隻蟑螂。桂花鱔咧係一定要食公㗎，佢真係好大隻啊！我哋兩個 share 一隻好唔好啊？好啊。我哋將食唔晒嗰一隻咧抽俾幸運觀眾。大概係咩味道啊？係有一種香氣，有一種薄荷加9層塔嘅一種香氣。我哋試下係咪真啊？根本就沒有肉。但我豈可輕放過？問此刻世上經典漢堡有幾個？街坊我操，這個有異味，我唔做廣州人啦，我走先啦，走先。唔食啦！你唔要人片啊！太惡心啦！我操！水曱甴、龍虱啊！你只有喺水質特別好嘅地方先可以揾到水曱甴。呢一種咧，我細個時候我爸爸帶我食過。咩味道？講真，有少少撩味。還不好吃！我操！哇塞！同我細個食一樣咁好食，因為佢係用腦汁滷㗎，所以你基本上只可以食到腦汁嘅。你試下。我寫下吧，我寫好冇？我幫你剝。我寫好冇？唔好，你對眼望天，跟住每佢啲香味。聽唔聽我寫咗，我就係廣州人。冇錯。有冇好核突先？講真係冇，但係就係攞好奇奇怪怪嘅味道。我問你用普通話。係啊。廣東人點解乜都死？呢個其實講起咧，係因為清末嘅時候喺廣東呢一忽係鬧過饑荒嘅，大家係冇蛋白質嘅來源，捉到啲田鼠就用禾稈草燒咗佢，攞嚟食當食肉咁食。後邊又喺農田入邊發現有桂花鱔同埋龍虱，當時呢兩種咧都好似係蟲害嚟嘅，咁就食咗佢，一方面又消滅蟲害，一方面又可以當蛋白質嘅補充來源。如果嚟廣東嘅朋友真係乜都試勻晒，嘴好刁啦，不如嚟試下我哋嘅中川三寶。但係第一次嚟廣東同埋真係食唔慣中川三寶嘅朋友唔使驚，我哋廣東仲有好多好嘢食。今次咧，你已經通過咗我哋一個廣東人嘅考驗，下次我真係會帶你去食啲平常啲嘅食材，好唔好啊？多謝你啊！但係講真，你覺唔覺得我今次揀呢部車真係超有心思？最緊要係呢部車佢有一個雨夜寶馬模式。大家都知啦，廣東路度都有好多電雞，佢可以有呢個後視鏡幫你保盲，安全好多噶。佢仲會實時提醒你有咩需要注意嘅風險噶。啊、我雖然喺廣州住，但我好少過嚟老城區呢邊，所以我已經唔記得咗番禺入邊嘅路有幾爛啊！好彩佢有個空氣懸架，懸掛過濾嘅好舒服。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對吧？對，佢有個空氣懸架。講真啊，廣東話真係好難啊！但係講真咧，我覺得你25歲先嚟到一個即係講廣東話嘅語言環境度，其實已經好唔錯噶啦。語言最根本嘅作用係用嚟同人哋溝通，所以有冇口音根本就唔重要，最緊要係大家可以互相了解到。而你講嘅嘢，我係完全可以聽得明，我相信觀眾朋友都聽得明。這也是我喜歡廣東一點，就大家都很包容我，你知道啦，不會因為我唔識講廣東話就不喜歡帶我玩。呢個都係我好中意廣州嘅一點。喺廣州你係可以開開心心咁享受做自己，大家嚟到咗都可以將呢度當係屋企
嘅地方。廣州也是我的家了，現在我都係新廣州人，冇錯，係咪好標準？好標準。從而家開始我就入職那個廣東廣播電台。做嘢先啦，部車俾你停咯。放心啦，喬總，拜拜。請注意後排安全。哇，完全冇想到啊！這個副駕駛竟然還有貴妃椅模式，哇塞，這摸魚一流，還是3點幾啦，落班先，拜拜。